Welcome back everyone， 今日我哋又嚟玩呢個 Monkey Banana。Okay, let's do it. It's level 5. The hardest difficulty. It's still on demo, so let's try this game.咦，我哋好未？準備好未啊？準備好㗎啦。Chrissy 咧？係咪攞緊嘢啊？應該係。係咪落雨啊？嗰邊？唔係，咩嚟㗎？煲緊蛋。哦。頭先開咗抽氣扇，所以你哋應該係聽到抽氣扇嘅聲。哦，依家都 OK，依家都幾 peaceful 嗰啲 raindrop 聲咯，好似。呢度收音收得幾好，唔錯。我 ready。佢有回音喎。係咯。你哋係坐隔離㗎？唔係。我帶咁啦，不如我帶翻個耳機先啦。我哋轉 role 咯，我同咁我都研究下先。我同你轉 role 咯。我都唔識帶咯。誒唔係喎，李思穎走咗就冇回音喎。哦，係咩？誒但係我都可以插個耳機咯，但係我係要圓碌碌嗰個咯。哦。你有啊？我有啦。歡迎大家。我哋係3隻馬騮。OK 啦，應該。歡迎帶翻佢。OK 啦。有冇回音啊？冇啦。OK ready? Level 5。喂，等。OK 啦。OK。好，嚟啦，試下先。Hello， 原來安靜嘅世界係咁樣。解咗線先，黃色燈，你哋聽唔聽到我講嘢㗎？跟住係綠色，佢哋聽唔到我講嘢。藍色，死啦！黃色，等我陣啊，我攞翻個。哇！等我陣。黃色燈，藍色，黃色。又講多次，你聽唔聽到我講嘢啊？聽到。我聽到。黃色燈線係第一個，即係第一頁嘅黃色燈，跟住咧綠色點，藍色剪藍色即係剪第2條。Good job。OK，咁我哋而家去到嗰個。Michelle 要翻頁啦，咁跟住之後咧，你要唔要幫手啊？喺下面。呢個係咪箭嘴啊？定係上面啊？係，咁就換啦。換咩啊？講緊咩啊？而家要換啲咩啊？做咩事啊？Oh my god！都咁耐啦，而家都26年。咩意思啊？喂。OK。喂 ，hello。咁我哋係咪淨係要換嗰個就 OK 啦？換咩啊？要換啲咩啊？喂，係 hello。我今次就換3個。換3個都要換㗎啦。換咩啊？要用都係要換㗎，你換啦。換咩啊？喂。係 OK， 好啊，唔該你。換咩啊？唔好意思啊，大家。咁啊，繼續我哋繼續先啦。我哋拆彈專家嚟㗎喎。一係你亂撳啦。撳下先啦，我哋炸咗，我哋就重新嚟啦。唔好意思。誒啱咗喎。過嚟換。啱咗喎。水上。
啱咗喎。哇！係啊，係咪咧？我真係對住換咩啊？換咩啊？換咩？換咩？要換啲乜嘢？咩事到底？唔係啊，因為有個人過嚟換水箱。等陣。救命！我俾我估中咗喎。 OK 喎。Oh my god！隨時 ready。得你換啦，水箱先啊，喂今次係個人過嚟換啊！得啦，OK 啦。開始咯而家係邊？好喎。嚟啦。我咧 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我哋又玩呢個線，我哋有2分半鐘啦。咁我哋第一個咧就係玩線先，3條線嘅紅色燈、黃色、藍色同埋綠色。藍色剪係咪？2 OK，剪第2條。唔好意思，以為你都睇唔到係咩色，你剪咩啫？OK，咁而家玩嗰個上下左右嗰個啦，嗰個係紅色燈而家。二啊，話俾佢聽你見到嘅數字係乜？二啊，右嘢九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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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誒右都係右。咦，啱咗，而家係藍色燈。七啊， 7係3，即係下。七啊，下佢哋聽唔到我講嘢。綠色燈。六啊，六綠色燈。 ，six number six，向下。都係下。我哋講1、2、3、4 Good 咧，就係 job。上跟左住右。而家就係嗰個 tick tick tack tack 嗰個，第一個係紅色燈，跟住你知道你可以話俾你聽個數字係咩1873，1873，1873，1873，係紅色燈， 1873，黃。 1873，1873，1873，一紅綠藍黃，燈係第一個燈，咁塔唔塔啊？紅綠藍第一黃，個，第一個1873，要塔上去，OK。第二個係綠色，綠色個數字係紅綠咩？藍你知黃，白色啊，唔係8號，綠色燈，綠色燈8號，第二個綠色燈唔塔，OK。第三個係藍色，藍色燈7號，藍色燈7號，藍色，藍色燈7號，黃色，黃色燈3號，黃色燈3最後5秒啦號。快啲啊喂！塔唔塔啊？岌頭，塔，跟住撳。差啲，差啲。差少少啊！少少，好近啊！你聽唔聽到我後面背景嗰啲講嘢㗎？聽到啊，少。多唔多啊？ OK 嘅，唔影響。等我代搬先。唔錯。好緊張，哎呀，頭先應該撻咗上去先撳 enter。係緊要。等我再搬個位先。唔錯，我哋 teamwork 幾好。我哋再嚟多次，應該過㗎啦。嘢。好。哎呀，好，好，一係有2分半鐘。 3條線啊有。線先，黃色燈，第一條係綠色，跟住係黃色、綠色、黃色、紅色。第三條紅色，第三條。Yes，好嘢，OK。 Yes，上下左右，而家係藍燈。 6啊，6號仔，跑馬6號仔。向左即係咁樣。左，啱咗。而家係綠色燈。 9號仔燈9號。 9號仔，下。啱咗。5號仔，跑馬5號仔。
5號仔，5號，5號，藍色燈。李子榮講多次。5號，象。 yes，最後一個紅色燈。 1號仔， 1號。象。好， Good 啱咗。 Good job， Good job。好，而而家玩另外另外一個啦。第一個係紅色、 9號仔，藍藍哦色、咁樣。綠色。紅色係9號啊。紅色嘅數字係係撻嘅紅色。紅色係撻，即係第一個係撻嘅。 OK，黃色8號仔係第二個。 8號仔，啊撻唔撻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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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黃色8號仔，撻唔撻？撻唔撻？唔唔撻。藍色 OK，1號第仔，三個1號仔，撻嘅。好，3號最後仔，一個啦，綠色3號仔，撻。嘅，撻埋佢，佢跟住 enter。搞搞掂 Good job。好嘢，好嘢，好嘢。好嘢，使唔使轉 roll 啊？使唔使轉 roll 啊？我哋試住玩埋第第六個 level 先啦。 OK，好。又又嚟啦！哇，今今次係唔使玩線啦。我哋我哋今次玩加減數先啦。左上嗰個50減6係40。 44。啱咗。 OK，跟住第二個係出咗個數字44係藍色燈嘅。藍色燈。44 even 藍色41。燈，藍色燈。要俾個數字我係嘛？一藍色燈，一 OK，good。第二搞掂。 OK 好，玩埋下面個數字啦。51加5即係56。 56。佢哋撳緊個掣。好，跟住係紅色燈嘅。紅色燈啊， 56紅色燈。紅色燈，嗯。 5啊，耶！搞掂。OK，跟住而家又玩翻撻嗰個掣嗰個啦。咁第一個燈係綠色，跟住7號仔係藍色。 8號仔，的3號仔，紅色。 6號仔，綠色第一個係剔嘅，第二個係藍色。 8號仔， 8號仔。唔唔剔。第三個係黃色。 3號仔，李子榮數字係咩？第三3個。號仔，3 3由頭講一次。由頭講一次，好，7 8 3 6 7 8 3 6，剔嘅紅色。第四個剔埋佢 enter。錯嘅。 wrong，哎呀，七第一個係綠色，第二個係藍色，第三第三個係黃色，第四個係紅色。 7 8 3 6，第四個剔唔剔啊？過過咗喎有一個。咁第三個剔唔剔啊？黃色。唔剔，第三個唔剔。啱咗，好搞掂，好搞掂，啱咗，剩翻啱咗， 5秒。啱咗。誒9號仔，着咩燈啊喂？你講啊喂。 OK。我想睇下，我想試下睇 menu 啊。好。好。俾我 def 啦。俾我 def 啦。好啊，你係 blind。你係 blind 先。誒，即係我講嘢。即係我講嘢。係啊，誒，兩個都唔可以講嘢。你哋兩個都講嘢。會好安靜啊。點？咦 OK，冇嘢。 ？OK，冇嘢啦。 OK。整咗呢個咩嚟㗎？呢個先啊。OK。數字遊戲計數機，59減1等於58，答案係58。而家等緊 Christy 打58。好，綠色燈
58，俾個數字我。58 even number， 綠色燈。計數遊戲啊 Michelle。58綠色燈，係咪9啊？錯。咦唔係喎，係咪啱咗？啱咗。OK。第二個都係計數遊戲，56減11，即係45。答案係45。作多乜嘢啊 Michelle？ 45。OK， 綠色燈45。綠色燈45。綠色燈45。2啊。2。OK， 我得咗啦。睇下先。哦，tick 啊，4個 tick 嗰個拍掣嗰個。OK。Christy， 你同佢講數字先，然之後我講 OK， 我講紅綠藍黃啊，紅綠藍黃，紅綠藍黃。嚟 Christy 再同佢講啦，數字。第一個拍唔拍？紅綠藍拍掣，紅綠藍黃應該有3個 order 嘅，你就睇邊一個係紅綠藍黃。然後紅呢，嗱 Chrissy 再同佢講個數字。第一個係好似係譬如 odd 或者 even number， 咁你同我講拍定唔拍？俾個分數或者分針我。唔識睇唔明啊，咩事啊？唔緊要，咁點樣先知係拍定係唔拍啊？有上面同下邊啦，即係有譬如 even 同 odd。even 喺上面嘅話，咁咪拍咯。即係上面嘅話就拍，下邊嘅話就唔拍。我即係着咗黑色嘅就拍，白色就係唔拍，係嘛？個粒嘢向上同埋向下。但係嗰粒嘢係淨係 show 黑色同白色嘅啫喎。黑色同白色。即係向上睇應該係黑色，嗰粒嘢應該係黑色嘅。粒嘢係黑色嘅，因為我睇唔到顏色。我再嚟多次，唔緊要。試多次，係完全。可能你個 menu 係咪睇咗另一個？唔係啊，就係嗰個咯。OK。我哋玩咗嗰個先咯。好啊，試下。我順序拍掣 OK， 拍掣。綠色、藍色、紅色。綠藍黃紅，綠藍黃紅，綠藍黃紅。OK，Chrissy 同佢講 number。第一個拍唔拍？拍。好。第二個，你再同佢講藍色 number 係乜嘢？拍。黃色 number。講全部數字同埋黃色 number 再講一次。唔拍。OK。第四個紅色嘅。唔拍。OK，得。錯。再嚟多次。嗱，綠。第二個。第二個唔拍。OK。Enter。係嘛？OK。錯咗。真係。
掣係黑色噶嘛？係啊，啱啊，係咪？係咪啊？係啊，睇到嗰個係應該喺右喺右邊係會寫係拍定唔拍咯？即係向上定向下？我掌握到噶啦。 OK，好，嚟多次啊！好，好，我哋得嘅。我哋得嘅。好，好，唔想 ready。 ready。等陣先啊。個盲人躺平都幾爽。你就係咁同我 Michelle 講先。但係 Michelle 認到我自己同自己講嘢。 Yeah，但我可以聽到你講嘢。 Yeah。嚟啦，好。好。拍掣先啦。紅綠藍黃，紅綠藍黃。Chris 同佢講 number。第一個拍，第二個唔拍，第三個拍，第四個拍。OK， 好，過咗。數字遊戲計數機，58減28，即係30。答案係30。而家等佢入個30。黃色燈30，黃色燈30。even， 俾個數字我。黃色燈 even。10，即係0啊？定係唔係啊？10係 OK 0啊？0啊 ？OK 過咗啦。54加14，即係68，都係計數機遊戲啊。藍色燈 even 68，藍色燈 even。要俾個數字我。1。OK，箭嘴遊戲上下左右，着燈嘅係綠色燈，綠色燈。依個 Christy 俾個數字佢。What the heck？ 你叫中指做咩？呢個係上啊，上1。藍色燈數字5秒，2、1，差啲。原來我咁慢㗎。我又唔覺得好慢。OK， 再嚟多次。就嚟。好啊，就嚟啦。OK， 拍掣遊戲，紅綠藍黃，紅綠藍黃。Chris 俾啲數字佢。第一個拍唔拍？拍。第二個拍。第三個唔拍。第四個唔拍。OK， 好，過咗。計數機51加10 61，答案係61。黃色燈
odd number， 黃色燈 odd number。咩㗎？8錯8啊嘛係嘛？呢個咪8啊？你有冇岌頭？你可以岌頭喎。唔係。咩？呢個唔係8咩？唔係，係8，錯咗。黃色燈 odd number 喎。咩？呢個係咩啊？應該零頭啊？係咪8？唔係8，係8，唔係8。我唔記得咗話龍咯，跟住之後咧，天天係話7，跟住我岌頭，跟住我就係8，係7啊！嗰隻字係7嚟㗎。你擺數字俾佢啦。係啊，數字嚟㗎。嚇？喂，數手指得唔得啊？咩啊？5隻加3隻喎。七白色分啊！好好笑，好岌頭。拍掣遊戲，紅綠藍黃，紅綠藍黃。Chris 同佢講數字。拍唔拍？好，第3個拍，第4個拍。OK， 好，過咗上下左右，黃色燈同佢講數字。3，即係下。OK， 綠色燈同佢講數字。1。OK， 上。紅色燈同佢數字。4。OK good。最後藍色燈同佢講數字。下3。good。好嘅，計數機57加8 65。黃色燈 odd number， 黃色燈 odd number， 呢個係8嚟嘅喎，係咪？唔係，係7，係咪？係7嚟嘅。OK， 最後52減35 17。黃色燈 odd number， 係咪7啊？係 OK 7。好，過咗啦。Nice。再考驗多你一次數手指。係8隻手指嚟嘅喎。我唔知我呢邊睇，我呢邊睇唔到啊，好好笑喎，我覺得。level 7，好厲害。OK，let's go。拍掣 OK， 紅綠藍黃，紅綠藍黃，數字。唔拍，第2個拍，第3個拍，第4個唔拍。OK， 好，過咗，都係拍掣，綠藍黃紅，綠藍黃紅，數字。拍，第2個拍，第3
拍。第4個，再嚟多次。唔拍。哦，第3個唔拍。OK， 第4個咧？唔拍。OK，good。計數機59加6， 65。好，黃色 odd number。黃色 odd number。7係咪啊？OK， 7。OK， 過咗。上下左右紅色燈數字。1 good。綠色燈數字。左。紅色燈數字。上。最後一個藍色燈數字。3下。Good job， 剩返2秒。哇，好險啊，媽咪啊！黃色 odd number 7。黃色係咪已經記住咗？呢個7定8啊？7。我8啊，因為媽哋係龍咯。咦？係咪已經玩到最高啦？好齊喎。試下轉 roll。試下轉 roll 咯。呢個 demo 已經完咗啦。係啊。我仲係 blind。我仲係 blind 咯。有咩未做過？唔 Michelle。Michelle。Death 啊。我可以做 death 啊。OK。啊咁咯，OK。睇咩料事有到啦，田林林。好難啊！特登避。哇！耳根清淨啊！我哋有2分鐘，我哋先玩咗。你想玩邊個先啊？俾你指啦。哇！你咁樣圈住中間，我哋玩咗嗰啲顏色先啦。左上角嗰個紅色、黃色、藍色、綠色。紅色、黃色、藍色、綠色。好。紅色、黃色、藍色、綠色。1 7 3 6。揾唔揾到嗰個 sequence 啊？紅色、黃色、藍色、綠色。1 7 3 6。對應翻個顏色。1 7 3紅色6。黃色、藍色。係咪 drop domate 嘅意思啊？唔要 ，OK。第一個紅色唔 turn。第二個咧， 1 7黃色。3 6。7 1 7 3 6。黃色。黃色。 1 7 3 6。紅 yes。OK， 第2個拍。藍色。第3個。藍色。唔要。OK。綠色。 1 7 3 要綠色。 6。綠色。 1 7 3 6。綠色唔要，OK，let's go。OK。啱咗。好，我哋再做多次嚇，再做多次。紅色、綠色、藍色同埋黃色。紅色、綠色、藍色、黃色。3 6 1 4。第一個開始。要。好。3 6 1 4。6。3 6 1 4。要。好。第3個。唔要。唔要。第4個。3 6 1 4。4。要。好。啱咗，好， Good。我哋而家玩上下左右，紅色燈。2。紅色燈。2。16秒啊，15秒，14、13、12、11、2啊，唔該。啱咗，7、6、5、4、3，黃色燈，2、1。太慢。口零口 OK 係嘛？我覺得呢個幾醒喎。大啲啊！
頭先我係咁喺度 thumbs up and thumbs down。好啊。好，咁我哋先玩上下左右先啦。紅色燈，綠紅色燈，1啊。綠色燈，綠色燈4，綠色燈4，紅色燈， 5，紅色燈5，紅色燈5， 4，藍色燈9，藍色燈9， 4，跟住我哋計下數啦。53、55減32啊55咁3，22， 55減32咧係23，OK，等陣我數起出嚟先。23啊，跟住咧紅色燈嘅 odd number。紅色燈 odd number 係3啊，3。OK，啱咗 ，OK， 好，我哋玩4盞燈啊！哎呀，喂，1點14分喎，等陣啊！綠色燈、藍色燈、黃色燈、紅色燈。 9671，9671，綠色燈、藍色燈、黃色燈、紅色燈。第一個要， OK，第一個要，第二個咧唔要，唔要，第三個， 9671，第三個， 9671，第三個要，要，OK，第四個要。 OK，好過咗。 OK， 好，綠色燈、藍色燈、黃色燈、紅色燈。一樣嘅，1872，綠藍黃紅。 1872， 4秒，唔要，快啲啊喂！哎呀，繼續估。你落 out 咗。攞完咗啦。唔錯。 OK 喎，我哋已經玩完啦，個 game。係啊。我試下其他 roll 啫嘛。係啊。佢幾時會出呢一個full version 啊？年尾咧應該。 What？ I think，出啊？係啊，係咩原因啊？咩？開發好。係咯，幾好玩，唔錯，多謝大家。咩完啊？都係試唔試啊？啊？可以繼續玩㗎。可以啊，繼續啊。等佢。多陣啊。使唔使試下 blind？ 哎呀你有冇試過啊？我試過啦。哦。嚟啦。 OK，好，我哋先玩咗呢一個計數遊戲先啦。58減22咧，等於36。36係黃色嘅，黃色 even，黃色 even， 黃色36黃色。0啊。 誒啱咗，好，我哋玩上下左右啊！黃色燈，sorry， 黃色燈，黃色燈，黃色燈，黃色燈6， 2，好，藍色燈， 3，藍色燈， 3，藍色燈， 3， 1，紅色燈， 7，紅色燈，紅色燈。紅色燈，紅色燈2，黃色燈4，黃色4， 3啊。 OK，好，我哋玩上下左右啊，左邊個先啊？紅色、
黃色、藍色、綠色。紅色、黃色、藍色、綠色。 8947由第一個開始俾我。 8947要。好，第二個都要。好，第二個要唔要啊8947第三個唔要。第三個唔要，第四個呢？要。OK，第四個要。好，好，好隔離繼續啦。隔離個燈係綠色、藍色、黃色同埋紅色。哎呀，媽咪。 8134第一個要， 8134第二個都要，第三個唔要，唔要，第三個唔要，第四個都唔要。好，第四個唔要，OK，good job，啱晒，耶！思密達。勁哇！ expert 咗你。真係出嚟我哋就。我哋終於都修煉成功啦！唔錯，唔錯。等佢新機出啦，我要課金啊！要課金啊 What？唔係，即係等佢個 game 出嘅時候，我咪要買咯。哦，哦，你覺得好唔好玩啊？呢個 game？你哋有冇玩過有顏色嗰個 game 啊？有啊，你覺得好唔好玩但咩都冇得玩。咩都冇得玩啊？咁所以你哋淨係用一個 account 玩啊？係啊，同埋希希嗰部咯。哦，你覺得呢個遊戲好唔好玩啊？唔錯，唔錯。我都覺得 not bad。好，好，完啦係嘛？完啦係嘛？完啦，完啦，好，好，跟住你哋係咁陪我玩再見。仲有咩新 game 再邀請我喎？好，好，要啊，要咩 book 隨時先可以。好啦，OK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 Enjoy。好，thank you for watching, guys. I hope you enjoyed that. If you enjoyed that, please drop a like, subscribe. I'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. See you.